现代台语版圣经启示录第1章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上帝予伊这个启示，爱伊将一定随时会发生的代志，只是上帝的正仆人。基督有差遣伊的天使去指示伊的仆人约翰。约翰为着上帝的信息，甲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就是伊所看见的一切来作证。读这本册的人真有福气，听见这个预言，佮遵守册内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时机近啊。我约翰写批予亚细亚的7个教会，讲：愿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将来嘛存在的上帝，甲伊造以前的7个神，以及耶稣基督，赐恁恩典甲平安。基督是忠信的见证人，头一个对死人中告活，是地上万王的主宰。伊疼咱，为着咱流血牺牲来讨帮咱脱离罪，互咱成做一个国度，做祭司来服侍伊的父上帝。愿荣光甲权能归伫耶稣基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免。你看，伊坐魂得来，众人会看见伊，连用枪插伊的人嘛会看见。地上万族拢会因为伊啼哭，这事一定会发生。阿免。现在存在、过去存在、将来嘛存在的全能的主上帝讲：我是安尼法，是阿米迦。我是约翰，是恁的兄弟，甲恁做伙分担耶稣的患难甲吞忍，各有份伫伊的统治，为了传上帝的信息，甲耶稣的见证，我要住伫一个名叫做拔摩的海岛。有一个主日，我受圣神感动，听见伫我的后面有大个声，亲像喇叭在响，讲：你着将所看见的写做册，寄予有所、苏米纳、伯加摩、崔雅崔勒、撒狄、腓拉铁非甲老底嘉这7个教会。我活转身，要看对我讲话的是甚物人。一个活转身有看到7支金灯台，灯台的中央有一个亲像人子，穿一领垂落到骹的长袍，胸坎下金带。伊的头甲头毛亲像羊毛遐尼白，亲像雪遐尼白。伊的目睭亲像火焰，伊的骹亲像过火炉锻炼光亮的铜，伊的声亲像大水在墙的声。伊的正手提7粒星，伊的喙吐出双面内的剑，伊的面亲像炎热的日头发光。我一个看到伊，就趴伫伊骹前，亲像死去的人。伊用正手喊我讲：毋免惊，我是起头的，嘛是煞尾。我是活的，我有死，现在在活，为永永远远活着。我有死亡甲阴府的锁匙。所以，你着将所看见的，以及现在所在发生，甲以后会发生的代志，拢写起来。你所看到，我正手提迄7粒星甲7支金灯台的奥妙是安尼：7粒星是7个教会的天使，7支灯台是7个教会。